然后我们要唱一首歌，是因为看到他们那时候还很小吧，高中生的时候，国中吧，哎，你高中，他国中，哇，你那么小质量，哇，然后他们现在有一种很特殊的状况，就是原住民的人口啊，也不知道为什么越来越少啊。照理讲，应该我们蛮会繁殖的啊，晚上没事做，就在繁殖才对啊。然后发觉到一个很特殊的情况，以前可能比较保守的社会风气啊，就是通婚的状况其实还蛮少的，就是原住民嫁娶都还是跟原住民比较多，顶多是不同族嘛，但至少都是原住民。现在好像越来越多就原住民跟别人台湾人这样原住民是台湾人啊，跟平地人的结婚这样的情况越来越多了，还有嫁给外国人的都有了，然后反而是小朋友可能自由恋爱的关系吧，就是现在越来越没办法跟同族的女孩子交往了。阿美族比较特别哦，因为其他的原住民大部分还是父系社会嘛，跟一般的平地的观念家庭的状态都还很像。就阿美族是母系的啊，我们男生太习惯被人家追了。好，可是这个社会比较没有人在追男生哦，比较少啊。可能最近韩剧出来《野蛮女友》之后，可能慢慢有不一样的改变。那个状况就差很多了，不太一样了。然后男生就是小朋友他们交往的对象就慢慢女孩子都被人家追走了，因为女生很享受被追的感觉嘛。我们的女生以前都是追男生，他们比较辛苦，他们现在被人家追，他们很爽，所以他们很快就被追走，反而是我们没有人追呢，就开始变得没有谈恋爱的自由恋爱的对象了。然后我发觉这个问题哦，就写了这首歌很好玩，就是这首歌叫《改犹豫》，就这样来的，就是说女孩啊，美少女啊，改犹豫就是翻成中文就叫美少女，姑娘也可以啦，小姐也可以，对，然后就说女孩美少女，你们到底喜欢什么呀？歌词的内容大概是这样，我虽然没有钱，但是我很努力工作。虽然我长得很丑，但是我很用功学习呀，就大概这样的意思。在抱怨这首歌基本上是一个既抱怨又想求偶的一种人非常矛盾的心理状态，就写了这首歌这样。我们一起唱好不好？学一下阿美族的，你们要说好。好。对了，就这样然后阿美族的话，改犹豫练习一下吧，改犹豫嘞，来。改犹豫。都会念改犹豫。改犹豫。Bonjour， 改犹豫。很有气质哦。然后唱黑人的时候，你帮我回答，试试看。他们会的，他们会唱，跟着我的和音小恶魔练习，和音小导弹。不要我自己讲开心的来练习啊！嘿呦，加油伊，乌曼嘎乌拉罕，嘿呦，加油伊，乌曼嘎乌拉罕，嘿呦，加油伊，乌曼嘎乌拉罕，嘿呦，加油伊，乌曼嘎乌拉罕。妹妹，你的 key 太高了，你降一点点就好了，这样就跟大家一样了。大家这首歌加油！
aku ke terapu, maafkan aku kalau